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两天房地产股票好像有所反弹，恐怕跟一些小道消息有关系。最近网上也传言说什么预计4月底降准降息，并且降准会先于降息实施，降准幅度在50到100个基点，降息幅度在10到20个基点左右。当然说降准降息已经喊了很长时间了，不见打雷，不见下雨。中信证券今天发布研报，他说2025年房价将望达到长周期的底部，也就是今年房价会达到底部，这个底部是个长周期的底部。中信证券研报指出，一季度统计局数据表现稳健，严控增量取得成效，土地市场持续热销，但房价仍然还在下降。总体看来，我们认为房地产政策已经纳入扩大内需的框架，预计稳定房价政策箭在弦上。我们认为2025年房价将望达到长周期的底部，看好具备好运营、好开发和好资产的地方平台，以及具备高分红潜力和意愿的服务平台。也就是中信证券认为这个2025年房价就见底了。这个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他在这个雪球对话栏目方略第11期中，他表达了这么一个观点，他说全球经济进入东稳西荡，以前咱们叫东升西降，他这儿改了叫东稳西荡，就是东方稳住了，西方现在是动荡不安。邢自强提出，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反而凸显出中国经济与政策环境的稳定性，全球经济将进入东稳西荡，通过债务重组、刺激消费、改革恢复信心三部曲，可以打破当前中国面临的低物价循环风险。无论是从工程师、供给、产业配套能力，还是规模优势来看，中国的产业链整合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可比替代，这为全球投资者重新审视中国资产创造了窗口期。邢自强认为，地缘政治还有中国走出疫情、重启经济等等因素，这些因素的重新认知，以及是否陷入了一定的低物价循环的风险，导致了过去3年多大家对于中国资产配置低配以及相对谨慎的心态。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最终会意识到，一旦海外不平静，全球经济甚至美国本身受到地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噬，中国相对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又会发挥部分优势。简单点说，全靠同行衬托啊，美西方大踏步的后退，那就把大国的一些优势给显现出来。这个邢自强说，今年以来进入特朗普 2.0 阶段，关税、移民、地缘政治政策给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我们从去年9月底之后的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帮助经济企稳回升，所以政策上有一定的确定性。所以现在把它形容为叫东稳西荡。美国经济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反衬出中国经济和政策今年相对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这是第一个打破了地缘政治对于中国资产折价的风险担忧。大摩的邢自强说，咱们稳了，到底稳没稳，怎么个稳法，咱们还要进一步关注，这都是一家之言。我们看看各地救楼市又出台什么政策。4月18日，吉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明确支持多子女家庭贷款购房，对生育抚养2孩及以上的多子女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上浮30%，也就是你多子女，你贷款可以多贷。4月16日，青岛市推出服务青年就业、促进民生改善、保障宜居安居等12条政策措施，买新房2孩家庭补贴5万，3孩家庭补贴10万，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免租金住宿，多措并举，推动房地产产业平稳健康运行，更好发挥住房保障民生的积极作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孩补贴5万，3孩补贴10万，买房的时候补贴。我在想，无论是吉林还是青岛，人家都已经生了3胎了，压力很大，负担很重，完了还要再去买房，稍有不慎，整个家庭就陷入
困境呢，俩孩子要养，完了还要还按揭贷款，想一想这个压力就挺大。这是什么样一个家庭能够扛得住？苏州也出台政策，为更好的满足缴存人的住房需求，支持多子女家庭合理住房需求，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需要，苏州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大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的通知，规定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上浮40%，最高可贷210万，也是你家孩子越多，你可以贷的越多，越可越吃严。总体来说，各个地方出台的救市新政，还是把绳索往下放一放，便于韭菜把脑袋伸进去。我们看看九派新闻一个报道，看看这个房子降价它的这个威力。九派新闻说，业主119万房子4年后只卖40万，售楼部回应房价4年后打4折。近日，江西南昌江陵时代城被曝房价大降，这是江西的南昌，具体在什么地方咱也不知道。这个九派新闻说，曾售价1.2万元每平米，目前参考均价仅4388元每平米。不少老业主感到被开发商背刺。据悉，该楼盘于2021年9月开盘，正好是恒大暴雷的那个月。你看这个点儿选的，位于红谷滩九龙湖新城。4月17日，业主王女士向九派新闻表示，他们家2022年购置了该小区30两厅，共119万，没想到最近只值40万，剩下的房贷还有70万，就算现在能卖出去，我还得再花30万。这个还没算这个交易费用，也没算这几年的银行利息，仅仅你现在把它卖掉，那你还欠银行30万。该小区售楼部一位工作人员称，该楼盘为国企开发，最后100套房降价清盘，要开发下一个项目了，目前卖得很快。老业主闹，那不是证明新买的捡到了漏了吗？也就是老业主闹得越厉害，那说明它的价格降得越狠，你现在去买，你捡漏就捡得越多，这个似乎逻辑很成立。对此，这个河南泽董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健认为，开发商为回笼资金、促进消费而以团购名义大幅降价销售，符合市场中常见策略，在这一程度上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咱们先说，作为业主，你4年前买的房子或者3年前买的1万2一平米，现在只有4000多一平米，这个直接降2/3，砍掉了2/3，你估计业主心里都不好受，尤其是按揭贷款的，尤其是当初被各种忽悠，什么3孩家庭给你几万，2孩家庭给你几万，这些人贪图这些小恩小惠买房的，现在肠子都悔青了。120万的房子现在就值40万，80万没了。你普通家庭，你上哪儿攒80万呢？所以说这些老业主的愤怒可以理解，但是愤怒归愤怒，这个苦果你只有自己咽下去，你找谁都找不着。开发商降价促销，他要把尾盘甩掉。现在地方政府是容许这么干的，以前是不容许，以前你是不能低于备案价的95%，现在放开了，开发商要回笼资金。所以对韭菜来说，谁让你自己买的？又没人逼你，就像现在一样，谁逼你买房了吗？你自己控制不住，你要去买，你听了那些什么中介、那些媒体报道回暖，价格上涨，再给你点小恩小惠，你去买了，到时候价格跌了，你要去闹事，这个你能埋怨谁？所以说韭菜买房一招不慎，前半生白忙。这是发生在南昌省会城市啊，价格跌得这么惨。话说南昌红谷滩，我不知道是不是郊区，是不是新城，比较远。总之，它卖4388一平米，这个价格可以说非常亲民。什么意思？就是4388元一平米，很有可能还会再跌，但是它也跌不了多少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刚需房还真可以去买了，捡漏。好歹南昌也是省会城市，它再跌能跌到3000一平米，所以说它下跌的空间十分有限。我们再看，还有一个九派新闻报道的湖南株洲，这就更厉害了，说这个96名业主自筹1000万烂尾楼复工，就是这个业主自己抽钱把这个烂尾楼给盖起来。4月中旬，湖南株洲市什么路口区青龙湾蓝谷小镇里，一排密集的联排别墅别院呢正在施工，停工近4年，机器的轰鸣终于在这里响起。业主唐立阳向九派新闻介绍说，根据集体表决通过的自救合作协议，共有区域复工的共益债资金由业主安户分摊，未建完的房屋复工的共益债资金由当事业主自己筹措，这个钱是借款，不是白给，后面开发商的破产管理人还得还给我们。这个模式能够落地，还是要特别感谢政府和法院深入群众，精准施策。唐立阳回忆说，楼盘大概是2021年6月停工的，业主多次去株洲市路口区甚至是长沙反映，但是始终未拿出解决方案。
2023年左右，房产中介刘琦常看到蓝谷小镇营销中心的门口围着一群人吵架，甚至有人搬着铺盖住进了营销中心。直到后来营销中心被拆除，房子停工之后，我们一直在维权，没用，开发商又拿不出钱。在各方力量推动下，蓝谷小镇第一层区 B、C、D 区域96户业主筹资1143万余元，3月9日正式复工。截至发稿，已有207户业主筹资2296万元，用于接下来的复工续建。这里应该6个月之后就能完工了。业主徐伟说他购买的别墅已修缮完毕，水电齐全，只是还未通天然气。这个我理解了，这些人买了这个别墅，这个别院应该是钱付过了，就是他按揭贷款嘛。如果他没付钱，他有什么好维权的？不要了，钱付了，但是这个房子烂尾，这些业主再一次走到一起募集资金，就各自出钱，按照你买的房子大小，你来分摊这个资金，把这个钱出来之后，相当于借给开发商或者叫破产管理人，把这个房子盖起来，烂尾楼让它复工，最后就变成业主出2份钱。虽然这份钱是借的，那谁还？从哪儿拿钱来还呢？这都是个问题。可见中国的业主也不容易，买了房子烂尾，还得自己出钱接着盖。政府保交楼是在哪里呢？当然了，如果后面这个钱能还给业主，那当然是好事，但是保不齐还是要陷入这个诉讼之中扯皮。这2个例子都告诉我们，韭菜买房不容易，这个稍有不慎就掉坑里面，爬不起来。我们再看最近有很多媒体还有中介经常介绍日本的房产，凤凰网财经他转发了一个叫快科技的关于日本房产的报道，说这个中国年轻人捡漏日本100年老宅，2.5万秒杀独栋永久产权。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说4月15日消息，最近日本一些白菜价100年老宅引起了广泛关注。以千叶县为例，刘义农以2.5万元人民币价格购买了一栋永久产权的100年老宅，房子面积115平，土地335平，距离东京开车仅1小时。虽然房龄超过100年，尽管如此，这个价格对于在国内1线城市背负100万房贷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你要以北京为例，你要从国贸往外开车1小时的距离，你要想买这样的一个房子，那得多少钱？但是在日本只有2万5，是独栋别墅。刘义农的老宅建于1913年，房子结构坚固，经历过关东大地震仍屹立不倒，那是经受过考验的。院子里有200平的菜园，步行3分钟就能到达太平洋海岸，那就是妥妥的海景房啊，面朝大海，是吧？春暖花开，喂马什么劈柴，走路拄拐。对于这栋100年老宅的价格，刘义农称之为捡漏。不过这种捡漏并不是没有原因。根据日本的房地产市场现状，近年来许多老宅由于房主去世或是高额遗产税的问题，继承者选择放弃房产，而这些房子又由于长时间无人打理而被迫低价出售。根据日本总务部和住房和土地调查，目前日本全国空置房数量激增已达900万套，占全国房屋总数的13.8%，其中近400万套房屋被长期废弃，面临倒塌、害虫侵扰等问题。在刘义农所购得的老宅案例中，原房主是位退休教师，虽然房屋有些陈旧，但因为这栋老宅已经存在了几代人，他不希望房子被拆除，因此选择以低价出售。这栋房子并未经历过大规模的翻修，但状况仍然不错，只需要简单的打扫和外墙及地板的小修补。刘义农表示，虽然房屋外墙和走廊的地板有些老旧，需要大约2万元人民币的翻修，但整体来看，这栋房屋结构非常坚固，特别是木梁部分依旧完好。对于这些老宅，刘义农认为并没有所谓的陷阱。他表示，尽管有人担心拆除费等问题，但根据日本法律，房产公司必须明确告知房屋是否发生过事故，因此不必担心死人房。此外，100年老宅的用料和结构相较于较年轻的老宅更加坚固耐用。尽管日本老宅价格便宜，但并非人人适合购买。范景以1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位于山口县一栋160平米的老宅，经过一些简单的修缮后，他非常满意。但是他也提到，购买老宅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必须具备一定的动手能力，比如自己修缮房屋。如果房子长期不住，白蚁和潮湿的问题可能会导致房屋逐渐损坏。此外，
虽然日本有大量空置房，但在选购时需要注意地理位置、房屋设施等因素。例如，有些地方交通不便，生活成本较高，可能会影响居住体验。对于许多想要寻找低价房产的人来说，购买日本老宅确实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选择，但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尤其对于外籍购房者。像尼禄在北海道购买的老宅，虽然价格便宜，设施齐全，但冬季和积雪清理和取暖问题让他不得不付出额外的努力和精力。总的来说，日本老宅白菜价吸引了很多人，但是是否适合每个人，还是要根据自身需求、动手能力和对当地生活的适应度来决定。对于一些热爱安静乡村生活的人来说，老宅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对现代城市生活更依赖的人来说可能并不适合。最近网上有很多自媒体还有一些中介媒体宣传日本的什么叫一户建白菜价，有的甚至说1块钱或者1000块钱，非常便宜，相当于送给你。前不久咱们也介绍了什么意大利这个乡村那很多建筑就是1块钱，但是常识告诉我们虽然我没有去过意大利，我也没有去过日本，没有去买过房子，但是我觉得凭常识就告诉我们，这么便宜还没被人抢光，就轮到我去占便宜吗？这是我的一个本能反应。既然这么便宜，你看1块钱，那为什么大家不去抢？而且媒体这么宣传都没人去抢，完了轮到我去抢是吗？那么它便宜一定是有原因的。在日本有那么多华人，你说日本人蠢不喜欢这种一户建，那华人喜欢。日本有那么多华人，为什么不去抢呢？意大利也那么多华人，为什么不去抢那1块钱的房子？这个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便宜有便宜的道理，对吧？我在推测，文章也介绍了。首先，这种一户建它是这种木质结构的房子，年头一长，你这个维修的成本就越高，很多地方都要打理，生虫子。这种一户建就相当于是别墅，实际上住别墅那是这个成本。你在无论是北京还是国内，你住别墅和住普通的商品房或者是公寓，甚至大平层，住别墅的成本高，各种隐性成本。你比如说这种一户建，那你说它垃圾往哪扔？它有没有物业费？我想在日本这种地方，如果有物业费反而好事，相当于你交了钱，你买服务，有人帮你处理。就怕是没有物业费，你得自己处理，要么你就亲力亲为，要么你就得花钱买服务。那日本的人工非常贵，你要花钱买服务，恐怕这个成本就飙升。所以说这里面为什么一户建便宜，肯定里面有很多门道啊。当然了，适合自己是最好的。如果有人就喜欢住这样的房子，他有的是时间去打理，他喜欢他的业余生活搞一些花花草草，就去收拾房子，有这样的人，那恐怕这种房子比较适合他。反正他90%的精力业余时间都在房子上面，没事就上去翻个屋顶，没事下来就灭个什么白蚁，用桐油把木质的什么楼梯给擦一擦，保养，屋前屋后种上花花草草。如果你是这种人，恐怕这种房子稍微对你的胃口，但是大部分人不是这样的。这个房子3-5个月你不收拾，那就杂草丛生。我觉得住这种房子，恐怕你要请至少2-3个家政或者叫服务员帮你打理。当然了，还有一些人纯粹他是自媒体，他买这种一户建，他是为了他拍摄素材，住个2年，从翻修到后面的维护，到住的过程中，天天拍视频宣传，他已经不是简单的住房了，他已经变成他的生产工具。这个另当别论。这就好比很多 UP 主，很多本来是拍骑行的、拍旅游的，因为这个题材枯竭没得拍，他就跑到农村或者跑到什么地方买一个房子，开始盖，重新盖，打造这种叫什么田园生活，自己造景。你说他真的喜欢那种在偏远的乡村带着一条狗在那生活吗？不是的，他是为了拍视频。这谁会愿意住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那是独居，那是叫自我流放。我想像日本这种一户建，它肯定是离城市还有一段的路，那个地方人口恐怕比较稀少。日本也是现象，他很多农村的人、农民或者是郊区的人，他把人口都吸到这个城里面去了。稍微离城远一点的那地方，恐怕都是空心化。如果有人也是老太太，如果你是个年轻人跑那待着，你就感觉到窒息，感觉到时间被凝固了，感觉到没有朝气，满大街上空空荡荡，连个人影都看不到，顶多看看老太太。这个和咱们的农村不是一样吗？无非就比咱们农村一点整洁一点。所以说，在日本这种房子没有被人这个叫日光抢爆，说明还是有原因的。大家也没有必要被这些媒体、中介这种文章所迷惑。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